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1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今年三十节蔡英文总统谈话的主题是坚韧的国，前进世界，伊也提起中国对咱的威胁。透早5点外，高速公路路南就开始塌，有的路段时段甚至无到20公里。桃园机场嘛有济人停摆甲吵。固定骨头的骨钉、骨板，当有超过7万支是违法的工厂生产的，包含大病院3种，可能拢有去用到这牌的产品。今年双十节，蔡英文总统谈话的主题是坚韧的国，前进世界。伊也提起中国对咱的威胁，佮讲拒绝一国两制是2300万的人民共同的意向。蔡总统也强调讲，中华民国台湾这6字，定定是社会上界大的共识。伊佮提出后一阶段咱国家的3大目标：守护主权、壮大台湾、积极走向世界。总统蔡英文发表108年国庆谈话，面对中国对台湾打压，友邦连续断交，蔡总统以坚韧之国、前进世界为主题。首先就先强调，拒绝一国两制是台湾人民上大共识。一旦接受一国两制，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身为总统，站出来守卫国家主权，不是挑衅，而是我最基本的责任。蔡总统也甲香港放伫文句内底，以此表示一国两制失败，正处在失去特殊的边缘，更加讲到一路行来变局。正做世界上重要民主典范，强调中华民国毋是什么人的专利，生活伫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拢袂用分割彼此。中华民国不是谁的专利，台湾也不是谁可以独占。中华民国台湾6个字，绝对不是蓝色，也不会是绿色，这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共识。要长期连任的蔡总统，除了讲到3年过来的政绩、减税、国防自主、参加国际等，也揭示下一个阶段国家的3个目标，就是捍卫主权、壮大台湾，也个积极走向世界。持续壮大台湾，强化经济的实力，积极走向世界，克服挑战，让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抬头挺胸。勇敢自信。在典礼开始之前，蔡总统也在府内接见外宾。这摆来台湾参加国庆庆典活动的各国重要访宾总计有20团317人，主要致贺团重要贵宾包括圣罗西亚总理查士纳、瓜地马拉副总统卡贝拉等。非邦交国由美国、日本、德国这重要议员团来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国庆大会主题是“携手世界，台湾耀辉”。大胜由陆军专科学校的勇士建国队拍头阵。典礼伫咧10点正式开始。今年的国歌是拄摕到台湾的国籍的耶稣会雷玉豪神父，阁有已经来到台湾60档日本出世的钢琴家丁殿主，也阁有30个按东南马来的新住民做伙来带唱。整齐拍鼓声，气势壮大。由陆军专科学校110人组成的勇士建功队，为今年的国庆大会典礼献花束幕。中华民国3军国防部3军联合甲仪队也以众成军容，整齐脚步入场。仪队队员手举6公斤重的 M1 步枪进行花式操唱，动作真沙粒。甲队更加奏出张惠妹代表的歌曲《牵手》，摆出各种的队形。今年国歌受规划台湾的雷敦豪神父甲钢琴家丁殿主，加上30位东南亚新住民共同领袖，展现大包容的精神。演唱当时，陆军航德部运输直升机也挂着大型国旗飞越观礼台。而随后登场的是，在第一时间飞到灾区抢救民众性命财产的空中慢速机队，又包括 UH-60M 乌鹰直升机6架的旋翼机队进行空中的分列式。再来，国防部宪兵指挥快反连的中心铁骑迎相识的节目。宪兵骑着重型机车登场，进行花式展演甲分列式表演，车速快速来交车，加排列出相识的队形。空气枪项目的选手以及
今年国庆以携手世界台湾摇杯为主题，以国庆花车游行嘉年华有23台花车，邀请各类的运动竞赛夺牌选手及1,000应届代表加入英勇车队参加游行，而整个庆祝活动是伫中昼顺利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双十节有世界各国的侨胞倒转来参加典礼，台前的观众嘛真热情，台顶政治头人的往来，佫较是引人注目。前任的副总统吕秀莲和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虽然这是近啊，毋过交谈是无几句。早起伫咧台北市政府和宋楚瑜主席共台的郭文铁市长来到典礼现场，甲宋先生颠倒煞较无话讲。108年国庆，陆委会主委、立法院长苏家全再次强调，台湾自由民主精神甲人权是上强大的力量，就算邦交被恶意破坏，也能自由的进行一切。如果说自由的精神是台湾人共同的骄傲，人权的价值是台湾人共同的信仰，那么健全的民主制度就是台湾人最强大的力量。纵然中华民国的邦交被恶意破坏，但我们深信自由最终会战胜一切。包括前总统马英九甲前副总统吕秀莲拢出席国庆典礼。吕秀莲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小可开讲者了后，就无互动。吴敦义甲边仔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无甚物互动。接甲台北市长郭文铁伫台北市政府升旗共台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伫台顶甲郭文铁也拢无啥讲话。台上政治人物互动冷，也过南北抗场的气氛是真热烈。真侪对各地转来台湾参加的侨胞，有人讲要等到大选投完票才要回去。除了参加双十国庆，我还希望可以留下来投票。我希望我们的台湾越来越好。是专程为了国庆日回来吗？是啊，我们希望回来投票。为了庆祝国家生日，也远在南非，一个教册侨胞老师挑工家己做，迎合当地特色，加咱国国旗服装，非常受到注意。自己做，那完全跟照他们的一种传统方式，那我给它加上我们的国旗。热情侨胞用行动来支持双十国庆，和国庆大典除了增高的政治味以外，更加增加一份人情味。对啊，身躯比遮穿红衫，就是真对马来西亚进来侨胞，咱请因用遐当地话来祝咱国家生日快乐。中华民国记者综合报道。卡西诺亚气氛真热烈，世界各国计共有20个访问团，300几个外宾拢行卡到。咱公司台语台嘛创造纪录，100%用台语转播，讲母语来陪伴全世界的观众朋友，同齐过双十节。正大把嘅台湾国旗就挂伫咧运输直升机下面，为总统府头前飞过，众人同齐唱国歌。双十节国庆大典正式开始。今年国庆以牵手世界、台湾起飞为主题，除了有精彩的三军联谊队国防展演，台船公司佮头一届出现伫咧火车队伍，打造正卡哇伊的潜艇火车。今年台湾史上头一届全台语转播，公司台语台主播担任主持人，用4句联报上国庆盛事。人菜就是讲，若着人着狮头，骹步着徛好在，人着狮尾着摇摇摆摆。人狮的功夫实在真厉害，人狮的精神逍遥又自在。用精彩嘛，唔通存台。其实行主这讲的虽然是有道理，毋过因为你存台嘛是共阮看这个节目啦。高台湾味的台语转播，伫咧台语台开台了后，互观众朋友伫咧想看国庆转播的时阵，有新的选择。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Awesome. Where are you from? Jollibee. 咱邦交国的游行队伍穿当地隆重也够严厉的传统服装，以嘉年华会的盛宴来庆祝国庆。为海外来团体总共20团，300多人同齐参与，非常兴奋啊！回来自己的国家嘛，所以我要穿红色衣服来支持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好酒炖放底，好戏看后尾。上路尾登场的空军旅虎特技小组，更加是把现场的气氛擦甲热扑扑。七彩宴会代表国旗3种色，各国人民聚集伫咧台湾的国旗，要将咱台湾的活力也有多元，献予这片爱护咱的土地，同齐祝台湾双十节快乐。记者洪明珍、刘玉水台北报道。双十假期头一日透早5点外，高速公路路南就开始塌，有几则的路段时速甚至无到20公里。尤其国道5号南港到平南这过，拍算就要塌到下晡4、5点才会较透。桃园机场这边嘛有济出国旅游的人阵已经排甲叉。国庆连假第一天天气真好，国道高速公路一早就出现吹七号车，高速公路有过双十节这一天全日车流量上看112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4倍，主要以路南为主。早起塞车路段有国道1号河口到新竹，国道3号三英甲关西，尤其是国道5号南港到平南路段车流回堵相当严重，出现挤迫。时速无到20公里，如果爱到下晡4、5点，车流才慢慢疏解。石碇到坪林这个路段，还有在这个头城到坪林这个路段，那陆续都有一些就是车速低于40，大概10到20左右。因为今年国庆连假有时间，桃园机场早起也出现出国旅游的人，不少人赶着大包小包行李，提早到各航空公司报到柜台排队，就惊人伤过多，耽误登机时间。我从来没有剪，就说在这种廉价的时间出来。所以今天有开眼界，有开眼界，真的还好提早出门，不然真的会赶不上。有出乎意料的多啦，就以为今天就是早上10点，大家可能会需要自然醒才出门这样。想要那么多哦。桃机公司表示，连假收容期间是10月初8到15，有5大日旅客量会超过13.5万人次。休假日10月13会达到上高峰，有5会超过14万旅客进出桃园机场。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是闹了失败，社会波折同款爱关心。南方澳大桥断过了后，昨要拆桥身的进度是略较前着，无用到暗时，完工的桥道才调离开。早起10点，海面的航路才佫开始通行。交通部昨嘛号召各县市来会议，佫公布全台湾也有39座桥等待派工去修理。不过有的县市就讲，因列管的桥已经维修好势了，是因为交通部运用3档前的旧资料，才会全拢唔知。工程人员透明关系，拆除南方澳长桥，原本有计早起8点将开放渔船出入，却是因为大雨一度延迟事前工程的准备进度。这阵桥已经调理完成，航道也伫早起10点恢复通行。我们航道的复原方面，这边移动之后，我们马上会去确认我们的目标跟相关的一些指标，还有水面下或是监控，这个临时水道还是安全的，我们就会让。南方澳大桥放来了后，交通部检测全台的桥，并且调集各地方政府开会，会后公布需要马上派修，也就是被列做有时顶级的桥，全国有126座，其中39座依然也未完成派修。不过因为这摆是应用中央大学105年的旧资料，袂少县市讲被列管的桥早就已经维修完毕，像是台东县的上丰桥，早在2年前就已经修好，却是被列入。南投县也被公布有7座桥无完成派修，不过南投县工务处讲，全县等待修好的桥只有5座。因立即处置的这些桥梁有漏网啊，那所以那我们是采用筛选了过去3年就是105、106、107年，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合作再一次确认这样公布我想是比较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交通部讲，调开旧年会议，并且采用105年到107年3年的资料，就是想要让地方政府搁再确认，看这数字内底是毋是有任何变动。假使若是各地政府检测了后，把相关资料上传登来文件所的网站，而且已经修好，就会解除列管。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讲，固定骨头的骨钉骨板，当有7万支超过，是无摕到 GMP 的标准，违法的工厂生产出来。经过主管机关清查，头尾有81间病院，可能拢有用到这摆违法的产品，包含台3种卫生福利部部立的病院，竟然拢有在内。
用伫骨头机器固定的虚微壳骨顶骨绑系统，日前被小鼠稽查发现，技术因为厂商无出示 GMP 认证，导擅自制造未出。消协违反药事法，要求厂商提出回收建议书，并且伫9号前恢复补发医材确实数量配合以及流通的医疗院所。小鼠公布，一直到9号为止，拢总回收75000多支，包括台大、三总、祥和、京新店81间病院疑似用到违法的产品。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厘清它是不是都是合格制造厂所制造的，所以呢，我们有去清查了相关的这个医疗院所的清单。那这些清单就在我们新闻稿的附件，总共有81家医疗院所。小鼠表示，这81间医疗院所内拢已经无库存，不过也无清楚偌济的骨顶骨绑用伫病人身上。他回报的这个回收数量是总共回收了75000多支。对，但是它是不是在这个期间制造的，是不是符合我们要回收的这个区间的？那这个我们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比对，因为它的资料其实不是太齐全，不是很完整。食药署表示，因为爱斯普公司也未附完整的清单甲资料，保证也爱比对清单。若确定是回收无确实，以药事法80条会当处新台票20万至5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全台湾各地头一个大学声援香港反送中，拢有设连农场，予人写字大单表达主张。结果，昨昏交通大学学生回报讲，本地搭伫咧连农场支持香港的海报，去互不明的人士拆掉，换打反对的言论起来。但学校也已经咧调监视器，佮请驻警队就要加强巡逻。一张搁一张写着加油香港的字条，搭在交通大学校园内底连农场顶悬。只是9号暗时传出交通大学的连农场，却有人去破坏。破坏别人的言论自由的话，不管是对台湾的法治，还是对台湾的自由，都是一种伤害。就算你不支持，你可以去贴上你自己的意见，但是不要去撕这样子。大家都有表达自己权益的机会，可是。就是这样撕毁的话是蛮不好的。面对着校园内底连农场去破坏，学校方面表示，大家人拢有表达无同款看法的自由，应该互相尊重、包容彼此的想法。那确实有些被破坏痕迹哈，然后我们会继续再调查了，因为我们会看看那个是不是有周边的那个。监视器啊，什么看看什么查出到底是什么人做这个事的。跟这个连农墙或民主墙啊，是希望说学生能够学习民主制度里面一个尊重大家不同声音、不同意见发表嘛。目前交通大学校方已经请人调阅相关资料的监视器，另外派人在附近加强巡逻，希望大家会使互相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记者张君和新潮报道。今仔日有香港的网友发起讲，要踮香港地各所在，将中华民国这支青天白日旗插甲满世界，甚至阁有群众主动参加升这面国旗的典礼。嘛有人讲，会去参加升旗，就是望香港会用得甲台湾同款，有民主，阁有自由。唱国歌、升国旗，今仔日咱国庆祝108年的国庆，伫咧香港某民众发起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伫咧中山公园举行升旗典礼，为来做伙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现场的香港民众表示，因会做伙来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是希望香港会当亲像台湾同款，有民主和自由。因为我们都是很。仰慕现在在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台湾人可以拥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可以一人一票，可以选总统、选市长，而不是像现在香港这样，议员就算被当选了也被 DQ， 然后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被疯狂的压迫。现场的民众表示，伫咧1997年，香港的主权移交进程，当年的双十国庆，香港街头拢会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彩甲满满满。如果你看，就是60年代、70年代还有80年代，中华民国国旗可是插遍整个香港的。表达香港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如果有一天
连这边国企也不能够升的话，那香港就不能够再住了。今年唔有香港民众发起港台连线双十国庆，要将中华民国国旗、台湾旗等代表台湾的旗啊插遍香港。有网友就要伫各大商场来唱中华民国的国歌，这拢表达香港民众不满北京政府的治理，并且表达因仰望自由民主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护咱台湾宝贵的野生动物石虎，苗栗县政府按8月开始宣布，只要配合政策，用红外线相机翕到石虎的影热，就会赏1万块。专家嘛表示讲，经过新设看盲仔的办法，佮有观念的改变，就是拢望互石虎会当伫苗栗的灌溉内底较好生存咧。这只石虎出现伫街寮边啊，这看遐看随后离开。9月份伫苗栗通宵一处饲鸡仔场，研究团队翕到安尼画面，除了证明系统的围网会使降低损失，这个养鸡仔户嘛摕到1万块的奖励金。只要通报的话，就有3000块的这个奖励金；拍到石虎的话，就有1万元的奖励金。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就是可以改变民众对这个石虎的观念。那有石虎出没呢，代表我们这个生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苗栗县府表示，包括通宵、万里、三义甲东路等乡镇，拢是石虎出没的热区，当地也是有袂少饲鸡仔户的鸡寮，有石虎入去找食的，造成养鸡仔户的损失之外，更可能出现人甲石虎的冲突。而苗栗县府推出友善石虎给付，透过通报甲造成巡守队等积极作为，会使领到奖励金，提供诱因给农民，卖使降低人甲石虎的冲突。不会去用售价或者用毒去处理这些移除这些石虎的时候，那他们其实也为了某种这样子一个公共的一个价值这个一个生态的价值，然后他们有一些损失，所以就透过生态给付这样子一个计划，能够希望可以给他们一点补贴。专家表示，伊若是石虎甲人的生活环境产生冲突，石虎受到伤害机会较大。而透过适度的介绍甲观念改变，唔但使互人甲石虎并存，更会使降低损失，嘛互石虎保育渐渐有了成效。记者苗栗综合报道。台东县起好14年拢无用到的焚化炉，已经经过县议会表决，通过正式要开始收粪扫。不过，昨有几项的立法委员质询环保署张子敬署长，讲台东要哪有遮侪粪扫通好收？总是台东县环保局嘛讲，家己收比较再出去外县市较省，嘛唔免看人的头面，家己的困难挺好家己消透。台东县政府要启用起好14年无烧过一天粪扫焚化炉，顶个月县议会强行通过启炉维修规划案，确定要配合中央补助款，将焚化炉修好，准备启炉。也毋过9号立法院社会福利甲卫生环境委员会林淑芬甲郭玉清立委质询环保署长张子敬，台东县粪扫量根本无够少，是环保署硬爱地方配合，若无补助买回焚化炉的21亿。如果烦恼启炉了后，西部的塑胶废弃物会运到台东来收。强迫地方爱安尼做，这是一个错误啦。我没有能力去强迫县长做什么事。会不会来的都是西部的垃圾？未来我们当然会希望他尽量就是处理他当地的垃圾为主。立委即期，台东县粪扫量一天90吨，毋过启用焚化炉，逐天需要收255吨，才符合效益。台东县政府拍算，先将掩埋粪扫挖出来烧掉，暂时符合效益，因要长期来看会了钱。台东县环保局表示，长期运到外县市大小成本每吨2000外，未来会当单独启用收120吨左右粪扫，处理费不到3000。何况西部各县市空污严重，不再代收台东县的粪扫，搁无自主处理粪扫，爱付出更较高的代价。我们13座研发厂几乎都饱和了，我们眼前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台东的垃圾一定要在地自主处理，没有办法说长期依赖别人。也毋过，环保团体一再支持启用焚化炉，袂当只考虑经济成本，环境的成本也应该纳入计算。嘉清泉表示，台东县焚化炉首先会以相关的标准进行，将对环境污染更加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彰化丰原遮，永过农民拢是骑牛落去海捕收蚵仔，这嘛是地方的一项特色。头一届国际海牛文化节，10月初6就伫咧丰原开幕。不过，当有法度落去海底收蚵仔海牛，煞剩6只。庄头大家嘛会讲，都要训练较少年的海牛落去摕，这款传统才传会落去。
民众坐着海牛车，伫咧鹅龙的导领之下，出海体验鹅龙的生活。中华县丰原乡的海保牛车采鹅文化，伫2016年被中华县文化局登录为国宝级的无形文化资产。不过，即马会使落海的海牛，敢若剩6只。当地海牛文化工作者烦恼，若是无海牛采鹅文化卖得的消息，决定要办海牛学校。以后叫这些人去养牛，他会很累。那你何不用一个海牛学校的角度？你要养牛，好，你就把牛放回来，牛车也放在这个地方，不然你再叫他去租一个地方，那个角度跟意愿，还不如大家群体一个合作的方式。为清水表示，海牛学校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培训第2代海牛来接班。另外，嘛会使成为环境教育，也有海牛青龙的训练基地，进一步把海牛文化打造成为品牌，协助传统渔船再生。中华县农业处嘛相当支持海牛学校的想法，会来提供相关的协助。来争取中央的一些相关的预算之外，我们会来连结行政院农委会的畜产试验所，来怎么样提供这些海牛来作为这个学校的一个训练的对象。那我们也会再扩大来办理这些海牛文化节的这些相关系列的活动。中华县府表示，全世界利用牛落海协助运河的甘那方案，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牛文化。10月6号举办了第1届国际海牛文化节，接落来除了协助海牛学校的成立，嘛会向争取列做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来努力。记者张华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咱来看高雄市政府今日扩大举办升旗典礼，现场嘛有真侪韩国瑜市长的支持者来助阵发动选。韩市长嘛发表谈话，讲中华民国目前的成就是众人做伙拍拼出来，毋是民进党的功劳。也伊阁讲，近来社会上讲有亡国的感觉，实在是民进党执政来造成的。高对伊对球场的村边嘛有真侪人提国旗，高雄市政府伫高雄展览馆头前扩大举办升旗典礼，强调要彰显中华民国的光荣。高雄市长韩国瑜嘛对此发表15分钟的演说。中华民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国最真实的存在。然而，这么多年来，民进党改写了台湾的历史，把过去所有全台湾人民的奋斗变成民进党自己的功劳。原本在讲中华民国108年来的辛苦甲成就，但话一转改做批评民进党，并且主动讲到社会上有人认为国民党引起大家亡国的感觉，其实民进党才会造成亡国。最近都在谈亡国感，我想请问，是谁把中华民国变成这个国家？是谁在抹杀中华民国的历史？是谁将拥有主权、军队、宪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矮化，把我们中华民国矮化，一天到晚拿中华民国跟香港来比较。演说期间，韩国瑜后壁的国旗棒啊向向倒落来，好甲在工作人员赶紧挡掉的，韩国瑜无受到影响。不过演说结束，伊受访的是后因演说的批评是针对民进党也是总统蔡英文，并没有针对任何人，也不包括针对蔡英文总统，只是把今天我们台湾的现况、困顿的一面跟大家来报告，以及光荣的历史，还有过去承载的一些苦难。韩国瑜强调台湾需要安全感，应该创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并且再度提起台湾安全、人民有钱的口号。加上现场大量外观市赶来的支持者，不时发出韩国瑜当选，升旗典礼嘛参像是造势大会。记者王家川、戴兴坤高雄报道。台北市政府早起也有举办双十升旗典礼，市长郭文铁以外，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和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嘛拢有出席。郭台铭向媒体问到讲，敢要甲郭市长也是亲民党夹赌？伊讲家己的确是无要选明年的总统，嘛未和宋主席合作，啊嘛未去阻挡，是会专心竞一寡立委候选人，并互国会较济色咧。国庆日来临，台北市政府早起7点半正式升旗，市长郭文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阁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三个人头一摆讲台，大声唱国歌。
进程传出，因为郭文德丢走台湾民众党，并且甲郭台铭合作，冲刺每年的国会席次，和宋楚瑜真不满。一摆两个人共台，也阁讲了细社会，看起来关系有改善，只不过郭文德还未抵数，宋楚瑜就先离开，参加活动的时间不到半点钟。可是其实大家在你致辞的时候，宋主席就先走了耶。他，然后你要在联访的时候，郭台铭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刚好走，是不是？不是，联访那边又不用跟我一起联访。甲宋楚瑜无共，郭台铭是真好朋友，是等典礼结束，等外彩带才离开。中途也有支持者相继握手点献高人气，至于郭以上合作敢是有谱，引起关注。会跟宋主席合作为什么？小心，来，小心，不要选啊！往你的右手边，要往你的右手边。要地老营进去。谢谢。这个前面他开始比吧，好，更加完备。我不晓得，我不能替他回答，我这个不要乱讲，因为这个有时候他做什么决定，我们也不会去给他过度解读。国旗飘扬，看过去现场规片青天白日满地红。郭台铭结束北市副升旗，随国王汤圆、国旗屋参与民间的升旗仪式。这也是伊履行初选时的约束，再度前往国旗屋甲支持者见面。2020大选开始算时间啦，郭台铭行程满满，敢会当带动民众党甲郭家军的声势？外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新北市政府无办升旗典礼，是侯友宜市长带市府内面各局处的官长手举国旗去爬观音山的硬汉岭。不过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早就号令执政的县市，拢都要举办国庆升旗。安尼只侯友宜敢是和党中央出无共声？侯市长是讲大家拢爱国家，不过是表现的方式较无相像。有时候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不用去过度的解读。我们的今天的升旗也跟我们的主席讲的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式是不一样。那因为已经临时2、3天才告知，希望鼓励大家。我相信各县市也有的人准备来不及。那每一个人所表现的方式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升国旗、唱国歌、爱国家这件事都是一样的。侯友宜强调讲，伊伫咧新北市已经7档外，过去国庆日的升旗捌办过2摆，每一回庆祝的方式拢无啥相像。啊，若升旗典礼，新北市逐永年拢是新历正月初才有扩大举办。另外，前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今日是去参加台中市政府的升旗，一定到学了侯友宜市长带一级的主官去爬山，这是真有变巧。如果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就。今年的国庆晚会头一摆刷过去桃园举办，主题是群星会歌谣，一条接一条好听的老歌，带大家倒转去50年前怀念的岁月。现场有3500个倒转来参加国庆的侨胞甲贵宾，蔡英文总统嘛出席发表谈话，隆重几万人做伙庆祝今年的双十节。一山有个姑娘叫呀叫呐。108年国庆晚会伫桃园展开，今年主题群星会，最主唱歌手贾雷甲张琪合体，重现经典美好岁月。就好像两角林也是同日生，呀，我俩一条心。不只有自唱歌手，较少年的歌手唱经典歌曲，同款互观众听甲如痴如醉。我看你，你看我，相对我无话说。国庆晚会第一摆伫桃园，5万人互回国参加国庆活动的海外侨胞，看到国门之都桃园的进步。早暗10点为止，已经有6000多人登来台湾完成报到，其中差不多3500人出席国庆晚会。总统蔡英文也到现场致辞。今年我们台湾投资是一个大爆发的一年，我们今年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也是4小龙的首位。不论是改革或者是建设，都有很多的成果。那面对两岸的议题，我们也坚守主权，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民国台湾坚持的理念跟价值。
今年国庆晚会不止让大家回味经典，也找创作歌手毕淑珍加私下创作乐团911演唱，让全场万外名观众情绪冲到上观点，也为国庆晚会做一个完美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北港朝天宫妈祖庙的銮桥，上新这顶已经是第3代。头尾有16个木雕的老师傅，费去8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上基卡就是这个师傅将规间朝天宫大细项特色，拢有设计入去这顶銮桥内底，表现出天界、地界、水界种种的主题。明年当了境，这顶新的銮桥就会迎妈祖庙出门。8年多的主妈神谕，在今天正式竣工圆造。众人做伙甲红布掀开，北港朝天宫第3代的祖妈桥正式和大家见面。这座祖妈桥为100年开始动工，经过8年总算完工。工艺师用因有路的手工，为桥底到桥顶，用天地水无共主题雕刻，甲规座朝天宫拢刻落这座銮桥内底。咱今仔日的雕工是非常有，咱有分做3部分，有海的，有陆的，有空的。海咱就有鱼的水族，中迄就后24节气，嘛用讲拢那一间小小朝天宫的一寡做法，伊的标的拢有，用讲一顶小的朝天宫的形象出来咧了境安。朝天宫300多年的历史，第1代祖妈桥目前做是真侪新桥设计的建本，庙方等要甲第1代新桥申请做古迹。伫咧妈祖无出巡的时阵，3代新桥拢会伫咧朝天宫的大楼来展示。阮村的第1代、第2代就是拢要留那种观赏第一代已经在申请国宝级的这个桥了这顶第3代的祖妈桥，除了桥顶的6角外形和第2代相像，其他拢重新设计。工艺师用真侪苦心甲功夫，这也是头一届甲妈祖的座位来降低，互信众会当伫咧真侪角度拢会当看到妈祖。这顶祖妈桥按算明年就会在妈祖出巡，到时大家就会使近距离来欣赏这座新价不凡的銮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今日咧感念众神护台湾。咱同齐来看北港朝天宫庙内有真艺术的连队。头一队，国情招你来探讨。这队典故讲天诞圣庙，福国佑民甘心因。下句讲福德丰大，经道海浪庆安然。这正是北港朝天宫庙内所刻的连队。你注意甲看，典故讲天诞圣庙，下句讲福德丰大，天后2字刻伫咧头一字，尤其讲天赐咱圣庙会当福国佑民，这也是国情强在讲起的。本地伫咧湄洲妈祖庙是海神，民俗专家研究来到台湾，清朝的皇帝铁phong改变做天后娘娘，已经是台湾的福神，保庇咱保平安、添福寿，甚至讲得财力。福国佑民甘心因，下句讲福德丰大，经道海浪庆安然。本地海面的风影遮尔大，人拢讲台湾乌水沟，加在有妈祖庙庇佑，才会当平安无波浪。这个然安然的然，就是讲叫做波浪。庆安然，海面无波，海不用波，拢是妈祖庙护佑台湾。另外，咱北港朝天宫内底还佫有一队连队，意思真好。国情今日原来特别拣出来，和观众朋友同齐探讨。典故讲叫做万事皆空，积财何如积德。下句讲叫做一念不善，其心即是其神。是啦，世间万事皆空。你讲要四子千金，不如教子一个；教子一个，不如传子道德观。积财何如积德？你钱欠遐济要创啥？假使讲你着爱积道德，啥做积德？有个人讲我献庙是一支龙条，有个人讲我着做真济好事，我的名着徛大大哩。事实下句解说了，佫较有道理。一念不善，其心即是其神。你若干那讲要求家己的名望，着爱利写互大利，你才要捐钱，这就是叫做欺心。欺心正就是欺心，所以无分好野善。咱会当积德，会当做好事，就是心念行善，这上该价值。
当然人生有种种的困难，困难就要甲拼互过。有真侪民众拢爱骑铁马，嘛有人特别爱去走较歹骑的线路，这就是要增加挑战的困难度。台中大家铁点山车有一座遮拄完工的铁马车道，内底将近2公里拢是咧爬行，关价前差要到150公尺。骑铁马的车友拢讲，这段路虽然无讲介长，不过确实真有车拼开。咱同齐来看卖。脚踏车一台接一台出发，转一个弯就为平路直接爬行。这是台中市大甲铁点山，这条真有挑战性的脚踏车道，全长3公里，才打完工。车友表示，这条路虽然无长，也不过真考验体力，来进前爱做好准备。它一个转弯突然直接切陡上。他是说，直接像平缓的时候啊，顺起很轻松，可是一转弯，哇，直接进入挑战的状态。所以你在平常应该是说，你要来骑之前要做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就是几乎一路陡坡一直上，蛮吃腿力的，对。但是挑战性，对，真的蛮有挑战的。但是因为它距离比较短，所以稍微撑一下就过了。大甲铁点山的脚踏车道为海拔58.5公尺，一路爬到上悬205.5公尺，海拔差尾150公尺。3公里内底有2公里拢在爬行。台中市府表示，这是台中市第一条挑战型的脚踏车道，脚踏车有绝对的路权。第一个，它可以串联到我们山下的这个中央座的环岛1号线自行车道。第二个，它有绝对的这个专用道的一个路权。第三个，它的这个标块是达到 BPN 65的一个防滑系数。那这个部分可以确实的保障我们游客的一个安全。脚踏车道新完工，铁点山风景区嘛要继续改善。第2期到10万的改善工程，年底进前会动工，增加共用式游具和其他的运动设施。未来铁点山会正做是适合全家大小的佚佗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北区的引平社区发展协会推动塑胶袋减用，因当有找一寡姆妈和大姐，将选举机啊向来过车过，变作环保袋啊和杯啊罐。尤其这车好的制品，拢交予台中科技大学，伫咧台中一中即角的市啊循环运用，助赞环保的理念。2020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到即阵剩无到100天，候选人嘛已经开始伫街仔路插选举机啊，互家己的名声较透，选民熟悉佫较真。毋过选举若煞，这个机仔就会变做粪扫。台中北区锦屏社区发展协会为着要甲环保工课做好，找社区妈妈同齐甲选举机仔、布条啊和底正行的袋啊，改做有路用的好物。真侪人咧使用垃圾袋嘛，咱来要减量，所以阮就用这个战旗来做这个背带。手摇杯太多了，然后所以我们给学生然后这样子他们携带方便，然后这样子也是很好的一个活动。志刚先用寸球，刷落去，甲布的寸球裁甲拄啊好，再用针车来添。过一圈啊，一个手竿杯底啊，也是牌啊，就做好啊。社区做好的杯底啊，会交予台中科技大学。和这个杯底啊，通伫一中上款循环使用。一共有4个回收点，那我们有回收箱，那学生可以重复使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一中商圈消费，所以呢，这个对一中商圈那个减塑的活动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废物再利用，然后能够大家都学得很开心。有志刚的好手路改造。这本地会去互人等去夹的机啊，就安尼变成水气佮好用的好物啊，嘛互环境永续的理念定紧拖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山上遮有一片上百年历史的旧台南水路，占地50外甲，是全国上界宽的国定古迹。虽然37年前这座旧水路都已经无水流、无实际用途，不过当过台南市文化局整理过。今仔日就正式开放参观，让民众眼界一个日本人留落来水利建筑是啥款的造就。人潮满满，10号一透早，真侪民众就涌入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因为这个地点自从1980年原台南水道工程新退了后，37年来也毋捌对外口的民众来开放。这次经过台南市文化局的检修，包含快历史顶老旧的设备，全部开放给民众来参观。正是以前他们日本人伫遮因的建设，
是这么的长有这么好的迄种价位。那以我知影，敢若是第一摆这边这博物馆，可以了解到这边以前可能当时那种日治时代那边的水利建筑那一类的东西，或是一些他们现在的一些变革啊，或是以前的东西，以前那时候的水利建设是怎样，还不错，就是蛮富有教育意义的啦。讲经过3档同满100岁的台南三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占地56公顷，其是全国面积上大的国定古迹，当中包含净水池区、水源区等等。经过文化局开了3.91古迹的修复、景观工程了后，未来是兼具历史文化甲观光的新景点。之前大家知道的是净水池区，可以去走阶梯看蝙蝠，但这次我们规划完成的是在水源地的部分，它包括了博物馆区，还有我们的花园区。像各位在背后看到的这个快滤桶，是英国制的快滤桶，它负责当时的净水作用，都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跟设备。规个台南三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国庆日即天是正式开放，予民众来参观。同时，文化局嘛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放风吹的体验、野餐等等。未来这个地点嘛将会结合邻近的指定化石馆等景点，打造台南旅游新的亮点。记者郑云台南报道。咱来看屏东高树乡的东兴社区，当邀请音乐的艺术家来甲庄仔内遮的老大人，伫咧社区内底公演同山过台湾。登山过台湾故事的音乐剧，然后顶背靠伎娘，嘛表现出客家人一举胆敢、刻苦耐劳、尊敬土地的心情。阿公阿嬷阿爷过阵啊，过来向前，以客家上老的音乐《老山歌》，带出客家祖先为原乡渡海来台湾，来到现在屏东县高树乡开庄定基。透过音乐剧的形式演出这段久长的历史，参与演出的少年人也真有感触。我们从唐山第一个难关就是我们的黑水沟，我们的祖先渡过了黑水沟，来到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速这里。我们客家人第一个是刻苦耐劳，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我们演这个戏就可以回想回忆。当时的客家人的精神，来到台湾实在是不容易。这出《登山过台湾》故事音乐剧是屏东高树乡东兴社区的一个演出，参与排练的大部分拢是阿公阿嬷较侪。团长特别针对因设计适合因表演的动作，希望在咧演出的过程也会使增加因运动的机会。做很多比较开展型的动作，让老人家在一边练习这舞蹈的时候，一边把身体打开来，把心胸打开来，好可以让身体更健康，然后再配合他们耳熟能详或者是非常有感觉的歌曲，让不止在身体或心灵上都可以有不同的提升跟感受。一条又搁一条代表客家骨力拍拼的歌曲，为客家本色、红嘴唇、高树之歌等等，是大人透过演出活动筋骨，也回忆过去祖先冒险渡海来台湾开垦，到欢喜修行的种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又研究出锂电池。美国的物理学家古丁诺夫、英国的化学家惠廷汉，佮日本的化学家尤西诺阿基拉教授做伙得奖。美国的古丁诺夫教授今年已经97了，也尤西诺阿基拉教授是日本第27个得到诺贝尔奖的专家。伊嘛回想讲，锂电池研究出来时有3档拢无烧到半粒出去，迄当阵的压力有影是真重。有真侪唔知影的所在。假期夜早有许多之前共享诺贝尔化学奖的另外一位得主，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的古迪纳夫教授，今年97岁，成为诺贝尔史上年纪上大的得奖者。伊讲气候变迁来自使用石化燃料，这是对环境无永续的选择。所以，同款认为使用锂电池的电动汽车，也阁有真大发展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的法务部长赵国，袂上任就因为伊的亲人牵涉种种的争端引起风波。10月初，有几万的民众行上街头，要求赵国爱落台。
不过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大力甲支持，坚持要甲任命。另外，这边面有原有大批南韩的民众拢行出来表达支持。非常多南韩民众行上首尔街路，替逮捕罪犯做国标语，要求总统文在寅指派的法务部。假期头一日，好天也乌阴，气温悬甲低，做伙看互真。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7度到32度，南部28度到32度。东部25度到30度，咱看到气象，敢若屏东遮较有落雨的机会尔。目一个年，时间咧过真紧，双十大日子转眼又一年。时代新意义，台湾出头天。新闻最后，招你同齐来看上届的精彩双十大会镜头。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